而家大家睇到咧，就係呢個北京市郊嘅秦城監獄，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嘅書記員呢，就係嚟到呢一度將起訴書嘅副本咧係交俾臨江集團裏邊10個被告㗎。而家睇到第一個接受起訴書嘅咧就係江青，佢嘅神色咧就好似有啲緊張，咁但係咧就好細心咁聆聽起訴書嘅內容㗎。而家就係佢簽收呢個起訴書嗰個情形。咁當書記員問佢要唔要委託律師辯護嘅時候咧，江青咧就係話需要㗎，因為咧佢就係有病，咁到時咧希望咧係有人咧可以代佢講話。咁江青又話咧要揾檢察廳嘅人員咧係同佢談話㗎。咁佢話就算有人同佢辯護咧，佢仍然咧係要同檢察廳咧係作進一步嘅商量。咁江青講嘢時候咧，就不時咧就好似聽覺有啲問題咁嘅。咁而家大家睇到咧就係張春橋啦，佢嘅態度咧係相當之差下㗎。咁對書記員嘅説話咧就係顯得漠不關心。咁當書記員係讀完起訴書之後咧，張春橋就話佢對起訴書嘅內容咧係唔同意嘅，並且咧係拒絕接受呢個起訴書。把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的起訴書副本交給被告人姚。跟住被帶出嚟嘅咧就係姚文元，姚文元就顯得比較緊張，甚至咧係講説話都係唔係太自然㗎。咁當書記員問佢要唔要委託律師辯護咧，姚文元諗咗好耐都係唔識得回答。特別檢察廳起訴副本。跟住咧就係要傳呢個黃洪文。黃洪文嘅神色係有啲呆滯，咁佢聽完起訴書嘅內容之後咧，就表示咧係願意簽收㗎。咁不過當書記員問佢要唔要委託律師咧，佢就話唔需要。